你做乌鸟，我要甲你绑架，密密麻麻。来了！你哪里家？这是咱两个人之间的小情趣，啊，无说你就互迄个摄影机看到。对。我觉得今天是意识到空间大这件事啊，就是你们可以过来，这里都是你的游乐场嘛，这边厨房，啊，你是往那边去的，对。可以到更深一点，合适那边。哇！我跟你没错啊！请你按时。来喽！这样子的容易胖。哎，搁一盖个，哎，再丢一次，再丢，然后帮有层套上去好了。啊，有层这件就算了。对，就算了。你亲，我先就把你亲，你盖你亲。你在讲言豆饼。豆饼，我讲。什么意思？好，你好。带了，没来啊嘛？没有这么快哦。我其实蛮担心这场一开始，因为就是一开始想说，就是戏里面有很多什么有层脱光光，然后我们在那边哈哈就饥渴的状态，然后一直在想要怎么演，然后现在就觉得好像还蛮好笑的，因为 U 型就是很 sexy， 然后我好像是比较是 S 的那个，就觉得很好笑。没有，我想要看穿完的那个效果是什么。那等下，你里面愿意脱吗？你愿意露点吗？可以啊，可以哦，就是连那个连背心都脱掉，背心脱掉，然后套上这个，然后套完以后立春出现。来吧，来。这是什么游戏？抓来螃蟹。你打个就唱。哎，差不多到家，等下美顺等下来。 5、4、3、2，几个？我就赶紧蹦他密密麻麻呀！买了，买了不？那遐年活才来搬厝，啥穿的啦？哦，我跟你讲。惊魂未定。好，就要当第一集的 ending，就你刚出现，所以你可能不马上接话，你只要一句话就好。哇，是买啦，买啦，阿宝的，阿宝的，买啦！请用来玩。好。OK 哈 ，Ready， Action！ 这个做乌鸟，我要甲你绑架，密密麻麻。买啦！你来这，你哪里家？小雨，是吧？哦，喵嘛，好，你说你的，然后你那边好。我拿试戏的时候先从传播开始。他变猫，你然后你变老虎。好。我是鸟，我是地虎，我是刷鸟，我是刷鸟。我要甲你食掉。乌鸟乌鸟就感觉看到有朋友两个人的朋友的情绪是两个人会安尼喵喵喵，我就想讲啊，那安尼就会使甲友情喵。哦，原来是安尼。对。Ready and action！ 是，你要讲大做伙？拜托，你啥会当先穿哦好势，你才来甲我讲哦。好，看。好。好。照片。
高诶，高诶，是着感觉就适合的，就是无啥物违和感。对，就适合优秀。会当穿这束衫，我感觉足欢喜的。